大家好，歡迎光臨黃總講軍事。今日咧，我講俄烏戰爭嘅第二集。今集我同大家講，由2022年、2023、2024、2025，每一年有一件大事件同大家分享。咁時間去到2022年啦，咁我哋有一個大嘅案例咧，就係講緊喺2022年嘅4月14號，亦即係當年嘅莫斯科號，記唔記得2月24號嗰陣時咧，咪走去蛇島去強迫當年嘅守軍去投降嘅。咁啦，而家咧就莫斯科號咧被擊沉，係喺當年嘅4月14號。咁佢講多少少莫斯科號，因為莫斯科號佢嘅正式學名咧係叫做斯拉瓦級巡洋艦。咁呢個做嗰陣時咧，佢係1970年開始建造嘅。咁去到80年咧，佢總共做咗5艘。咁其中一艘咧就報咗廢，另外4艘咧就分別係俄羅斯4大艦隊嘅旗艦，即係黑海、北方同埋Baltic 同埋波羅的海，總共4個艦隊嘅主要嘅旗艦。點解要講呢個旗艦咧？因為佢本身叫做航空母艦殺手，佢當初個定位咧就係一艘可以對抗成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嘅。咁當初咧，佢實船上面除咗各種裝備咧，有一種咧叫做 sandbox， 沙箱嘅一個導彈啊。咁啲導彈係戰鬥力幾強，佢係500磅嘅炸藥。咁如果500磅個就係炸任何軍艦咧都好大鑊嘅，軍艦會好慘嘅會。佢嘅射擊嘅距離咧係550公里到700公里，個射程距離係非常之遠。所以嚟講咧，當初北約又好都會驚咗呢一艘講到咁勁戰鬥力數據嘅一個叫莫斯科號。但冇諗過就係居然係俾烏克蘭用佢烏克蘭嘅土炮就海王星導彈2粒直接打爆咗呢一艘叫號稱航空母艦殺手嘅一個巡洋艦。咁其實呢個位係幾侮辱嘅，因為你等於咩概念咧？等於美國企業號被人打沉咗，仲係俾2粒嗰啲不知名嘅導彈打沉咗。咁你諗下幾侮辱？所以喺俄羅斯海軍嚟講，黑海艦隊其實好大嘅一個侮辱嚟㗎。點解俾你打冧咗？跟住之後咧，烏克蘭喺呢一次之後咧，佢開始用更加多嘅新嘅方法去攻擊黑海艦隊嘅艦隻，令到黑海艦隊咧由本來喺克里米亞嘅軍港退咗翻去俄羅斯本土。咁呢個詳細我哋會再同大家分析。咁我講2023年啦，2023年咧亦都發生咗一件大事。咁普京咪有一個廚師叫做普里國金嘅。普里國金係一個咩人嚟嘅咧？佢係俄羅斯普京嘅一個廚師，跟咗佢20年㗎啦已經。咁佢自己組織嘅嗰個僱傭兵叫做華格納 Wagner， 大家可能聽過啦已經。Wagner 咧係俄羅斯本土嘅一個僱傭兵組織，而佢嘅僱傭兵嘅組織咧
喺俄羅斯嚟講咧並唔係唯一。俄羅斯嘅軍隊入邊咧，其中有一種叫僱傭兵，我陣間先講。咁講Wagner 兵變啊，佢喺短短嘅36鐘頭，由佢喺南方喺烏克蘭境內向北去莫斯科係接近600公里。咁佢只不過用咗短咗36個鐘頭，行進接近係500公里，距離莫斯科好近㗎啦已經。不過嬲尾佢就唔知點解突然間佢話唔兵變啦，翻屋企啦。咁結果大家都知啦。咁過咗幾個月之後，咁佢就喺飛機度失事死咗啦。咁其實有個應驗咗我哋嘅一個古話啊，就係兵變不徹底，徹底不兵變。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故事。當初大家都覺得話會唔會因為佢呢件事而導致莫斯科倒台啊，或者普京倒台啊，停止俄烏戰爭啊？咁當然呢件事只不過一個好奇特嘅插曲，將來可能有人會解釋究竟發生咩事。好啦，咁入邊講緊僱傭兵，我想講少少啦。僱傭兵喺俄羅斯嚟講咧，僱傭兵並唔係唯一嘅，因為俄羅斯本身有好多大型嘅企業，譬如石油啊、礦啊，佢唔單止喺本土嘅，可能佢喺非洲啊、南美洲啊，都有一啲佢哋嘅礦產。咁嗰啲石油礦產邊個保護咧？就由一啲民兵組織，嗰間譬如石油公司個巨頭，佢就請200-300個特種部隊幫我守住個礦，係咁嘅意思嘅啫。但係嬲尾由於咧嗰個礦咧越嚟越大，礦越嚟越多，咁佢變咗個編制越嚟越闊。咁當初咧有大概有40-50支唔同嘅僱傭兵部隊係喺唔同嘅礦產保護㗎。咁 Wagner 咧係其中之最大支嚟嘅。咁 Wagner 當初就喺非洲負責所謂啲金礦啊、鑽石礦嘅。咁好啦，咁後尾俄烏戰爭之後咧，普京就覺得我啲國防軍好似渣渣地，咁不如試下你啦。咁佢哋都叻嘅。Wagner 翻嚟之後咧，因為 Wagner 嗰啲兵員咧全部都係特種部隊退役之後咧，成為 Wagner 僱傭兵嘅，身高良準、戰鬥力強、士氣充足。好啦，咁就最初講緊大概4000幾人啫。咁後尾不斷抗邊，後尾去到係差唔多25000人。咁戰鬥力非常之強，除咗一般武器之外，包括埋坦克、裝甲車啊，甚至連戰鬥直升機都有。咁呢個好特別嘅一個例子嚟嘅。咁當然啦，俄羅斯有咁多僱傭兵咧，就好多唔同嘅僱傭兵咧，都係奉會巨頭。咁呢個位將來有機會同大家講，因為其實呢個有個隱憂嚟嘅，不過以後先再講。好啦，我再講翻2024年發生咩事啦。2024年嘅8月6號咧，就係俄羅斯係全線退守之後咧，係烏克蘭第一次由82空降旅同埋俄羅斯同埋白羅斯自由軍團進攻哈爾夫斯地區，咁就真係打咗入去嘅。因為當初點講咧？呢個係一個故事嘅轉捩點嚟嘅。大家覺得喂，我進攻緊你，我俄羅斯進攻緊烏克蘭，咁你應該俾我打啦，係咪？冇諗過你要打翻我噶嘛？咁結果呢位將件事係調翻轉。真係進攻入去本土，喺短短嘅3-4日之內，進攻入去本土超過1000公里，咩概念？1000公里，香港咁大，所以呢個係一個轉捩點嚟嘅，亦都令到俄羅斯知道哦，原來我唔係話淨係要打你嘅，你係要打翻我嘅。咁呢個好大嘅轉捩點啦。咁另外一個咧，我想講嘅就係2025年啦，呢個係一個進攻點嚟嘅。2025年嘅6月1號，大家有聽過個蜘蛛網行動啦，或 Spider Web Operation 咯。就係講咩咧？用咗1年半嘅時間去埋伏，咁埋伏咩咧？就係烏克蘭嘅軍隊咧，佢就喺俄羅斯嘅本土咧，就買咗啲工廠，買咗啲設備，咁就請俄羅斯人咧去砌一啲無人機，同埋砌啲無人機嗰啲再嗰啲各種各樣零件啊，各樣嘢做咗無人機。好啦，1年半嘅時間咧，佢哋除咗製造之外咧，佢會偵察究竟俄羅斯嘅戰略轟炸機係邊個機場。有咩守衛？點樣起飛？幾時起飛？佈置如何？好啦，咁喺6月嗰陣時咧，佢哋就將組裝好嘅無人機擺喺啲貨櫃車度，跟住咧請一啲俄羅斯嘅司機將架貨櫃車揸到去個機場側邊，跟住遙控打開個罩，入邊有40-50架嗰啲自殺式無人機，直情係無人控制嘅，去揾翻當地嘅圖152啊、圖23M 啊進行轟炸。咁呢個都睇新聞都有見過嘅。咁呢個好震撼嘅。佢喺1日之內咧就造成大概40架嘅戰略轟炸機嘅全毀或者部分損毀或者不能夠再飛。呢一個係一個
好特別嘅戰例嚟嘅，未試過就係我喺敵方嘅心臟國家心臟建立我自己嘅無人機，做完之後裝埋炸彈，請當地人揸住架貨車再去炸翻你嘅飛機，呢個簡直係一個戰爭史上面一個好特別嘅一個戰例。我諗將來可能會媲美某啲大嘅戰役嘅。咁因為時間關係咧，呢啲我未必講得太 detail 俾大家聽。咁我相信呢4個案例咧就分別代表咗4樣嘢。第一個咧就係話烏克蘭被進攻，跟住喺短短2個月之後反擊打沉咗莫斯科號。第二就係講緊原來你嘅俄羅斯嘅部隊並不是鐵板一塊，可能都係有內部有問題，所以瓦格納兵變。第三就係講緊第一次嘅烏克蘭進攻入去俄羅斯本土。第四就係講緊 Spiderweb。希望大家鍾意以上嘅節目，唔該。希望大家鍾意今集嘅節目。如果你唔想錯過下一集，記得 follow 我嘅 channel。你同時可以留言區講低你想聽嘅 topic，等我話你知。